自从2024年2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的同在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出埃及记32章30节到33章23节。隔日，摩西对人民讲：恁有犯重罪，现在我要上去上主遐，检采会当为恁赎罪。摩西就倒转去上主遐讲：这人民犯重罪，为家己做紧的心上，但恳求你赦免因的罪。你若毋求你对你记录的册，甲我的名撤销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什么人得罪我就要对我的册撤销伊的名。但你着带这个人民去我甲你指示的所在，我的使者要甲你带路。毋过到我审判的日，我要办因的罪。上主讲灾祸互人民，因为因甲亚伦做伙做金牛仔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甲你对埃及带出来的人民，着对遮出发去迄个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，永远要赏赐因的后代的土地。我要找使者伫你的头前，要将迦南、阿摩利、赫、比利洗、希未、亚布斯遐个族赶出去。恁着进入迄个流奶甲蜜的地，毋过我无要亲身甲恁做伙去，因为恁是心硬固执的民族，则免我伫路呢甲恁消灭。人民听到即个歹消息，就非常伤心，无人装他打扮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恁是心硬固执的民族，我若甲恁做伙，就是一时仔久，一定会甲恁消灭。但恁着将身躯的糟蹋品拔落来，我会决定要安怎对待恁。以色列人对离开何烈山以后，就将身躯的糟蹋品拢拔落来。摩西伫野外有遐远的所在搭一个布棚，伊甲即个布棚叫做会幕，所有寻求上主的人，通去野外的会幕遐。摩西要去会幕遐的时，所有的人民拢起来徛伫家己布棚的门口，看摩西进入会幕。摩西入会幕的时，分条降落伫会幕的门口，上主就甲摩西讲话。所有的人民看到分条降落伫会幕的门口，就拢起来，伫逐个人的布棚门口跪拜。上主甲摩西面对面讲话，像人伫甲朋友讲话。摩西倒转来营内的时，跟缀摩西的少年人论的囝约书亚无离开会幕。摩西对上主讲：上主，你有交代我，着带即个人民去迄个所在。毋过你无互我知，要派什么人甲我做伙去。你只有甲我讲，你指名警调我，阁真意爱我。你若真正意爱我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互我认捌你，通得到你的恩典。求你会记得，即个民族是你的子民。上主讲：我要亲身甲你去，互你安心。摩西对上主讲：你若无要亲身甲我去，就毋通叫阮对遮上去迄个所在。阮要安怎知你有好款待我甲你的子民？敢毋是因为你有甲阮做伙去，互我甲你的子民甲地上万族有分别？
上主对摩西讲：你讲的这项代志，我会做，因为我喜爱你，搁指名警告你。摩西讲：求你互我看见你的荣光。上主讲：我要伫你的面前显示我一切的水，一切的好，搁要对你宣布上主的名。我要怜悯，我爱怜悯的；体贴，我爱体贴的。伊阁讲：你袂用得看我的面，因为无人会当看见我腰的活。上主阁讲：你来徛踮我边仔即块石盘顶。我阳光经过的时，我要甲你下伫石盘下芳，用我的手提甲你惹地，听候我过去。然后我要甲我的手求转来，你就会看见我的脚趾疼，毋过袂当看见我的面。上帝的同在，伫一寡基督徒的信仰经历中，若像真侪时阵，拢感受袂到上帝的同在。因伫基督中寻求上帝的回应，伫苦难中寻求上帝的帮赞，甚至伫敬拜中寻求上帝的同在，却无门路通入。总是敢讲上帝真正无甲咱同在是无？真侪时阵，当咱回头看对行过来的路的时，往往会大大惊一条。原本掠做上帝无甲咱同在，其实上帝一直拢咧陪伴咱，听咱祈祷甲哀求，搁伫咱的敬拜中甲咱同在。出埃及记32章记载，当亚伦和以色列人落入偶像崇拜，摩西看到，大发雷霆，指出因忍有犯重罪，搁转来到上帝面前寻求赦免。以色列人犯安尼的大罪，毋单单是招来杀身之祸，搁较大的问题是，上帝毋愿继续甲因同在。上帝甲摩西讲，当因继续前往迦南地的时，伊会差遣天使引带因。若是上帝家己却无要甲因做伙去，因为恁是心硬固执的民族，则免我伫路年甲恁消灭。安尼看来，以色列人上大的危机是对性命危险转变做上帝无搁再甲因同在。面对安尼的危机，上帝爱摩西转告以色列人，搁提出一个悔改的邀请。上帝要求，当恁着将身躯的糟蹋品拔落来，我会决定要安怎对待恁。因为安尼，以色列人离开何烈山了后，无搁再佩戴糟蹋品。经历用金色做金牛仔像的事件，糟蹋品必然会受连结到偶像崇拜，可能互人联想到这个糟蹋品是做金牛仔像的材料，也可能受看做是点好嘢的象征。因为安尼，伫拜金牛仔事件了后，以色列人必须放杀这个糟蹋品，将因拔掉，表达出愿意远离偶像崇拜，心甘情愿顺服上帝才会决定要安怎处置因。受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，人总是面面前前伫咧找求搁较侪的财富，也是搁较悬的地位，通好互生活过了搁较好。毋过，
当人不断追逐名利，往往是生活中干那剩落落打拼，阁无喜乐，生命也失去尊严。这个外在的名利地位，就亲像一种糟蹋品，互人失去甲上帝的连结。这拄好是人无法度感受上帝同在的原因之一。因为追求名利地位，蒙蔽人的心，互人就算维持敬拜上帝的仪式，眼光也只是期待上帝的祝福，较毋是上帝的同在。当咱愿意亲像以色列人共款，脱掉遐个糟蹋品，远离偶像崇拜的诱惑，谦卑顺服上帝，必定时时感受到上帝的同在。默想，伫即个冲突诱惑的世界，咱经常受诱惑去追求物质甲名利地位带来的好处。咱应当脱掉遮个糟蹋品，通好互家己会当感受上帝的同在。伫即个冲突诱惑的世界，咱经常受引诱去追求物质甲名利地位带来的好处。咱应当拔掉遮个糟蹋品，通好互家己会当感受上帝的同在。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求你互我拔掉一切会破坏我甲你连结的糟蹋品，通好互我会当常常享受甲你同在的恩典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